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28。哥林多后书1章40安尼讲：伫咱一切的患难中，伊安慰咱，互咱会当用上帝赐咱的安慰去安慰遐会拄着逐款患难的人。三个来祈祷，伫患难中安慰阮，爱阮也去安慰拄着逐款患难的人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慈爱的天父，永远的主宰。主啊，阮尊重你，敬拜你，因为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主。你是安慰的源头，是阮患难中的避难所。主啊，你的慈爱远过诸天，你的信实直到强强。主啊，愿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单单将荣耀归乎你。愿感谢你，伫阮软弱、无助、痛苦的时，用你的疼来安慰阮，互阮有精神的快乐。主啊，伫经历你的安慰，阮也要学习你的宽恕，用对你来的疼去安慰拄着逐款患难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